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4月21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18篇第1節到第2節，14節到24節。約書亞記第10章16節到27節。哥林多前書第5章第6節到第8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級分享的主題是純真。今日是過完節了後的第一天，基督徒領受到迄個國外的救恩，就必須愛活出國外的生命品質，來見證家己是屬於迄個救主耶穌基督的。若親像摩西受呼召的時陣，上帝愛伊褪去骹頂的鞋，因為伊所踏的所在是聖潔的。因為是上帝是聖潔的，敬拜伊的人就愛用愛追求聖潔。聖潔的目標其實就是愛追求來上帝的旨意，不但愛明白上帝的旨意，還閣會當完全照上帝的旨意來去行。約書亞記10章第16節到27節記載着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甲5個王的戰爭。聖經講，迄5個王逃走，匿佇馬基大的山洞內底。有人去甲約書亞報告講，迄5個王已經找着啦，攏匿佇馬基大的山洞內。約書亞講，山大地少，甲洞口抬起來，派人踮遐來固守。毋過，恁着繼續對入伊恁的對敵，對後面甲因攻擊，毋通互因入因的城，因為上主恁的上帝已經將因交佇恁的手。約書亞甲以色列甲因拍敗，甲因徹底消滅，只有剩一寡人走入去堅固的城。以色列眾人安全倒來到馬基大的營地，到佇約書亞遐以後，無一個人敢出聲反對以色列人。約書亞講，拍開洞口，甲迄5個王掠出來活食。因就將迄5個王，耶路撒冷王、希伯崙王、亞末王、拿結王、以基倫王對洞內掠出來，帶到伊遐。因遐的王出來到約書亞遐的時，約書亞叫以色列眾人來，對遐的甲因做伙的軍官講：恁來頭前，來敲打這王的頷頸。因就來頭前用骹踏佇遐的王的頷頸。約書亞對因講：恁毋通驚，毋通烈，着勇敢壯大，因為上主會親像安尼對恁所有攻擊恁的對敵。後來約書亞殺死迄5個王，甲因吊佇5層樹頂面，到佇黃昏。日落時，約書亞出令，對樹頂甲因的身軀收落來，迄佇因尾的山洞，用棍仔塊大石頭燒貼佇洞空，遐的石頭到今仔日還佇遐。親像約書亞對伊的軍官所講的話，這是照佇上帝的吩咐。跟對上帝服侍上帝的人，應該用純潔真心的心來敬拜上主。保羅寫予哥林多教會下批哥林多前書第5章第6節到第8節，伊安尼提到：恁敢毋知一束仔甲母會互規園的棉園發起來，舊的甲着除去，互伊清去。恁才會當成做新的棉園。事實恁是無共的棉園。咱搬過節的羊羔基督已經獻做聖禮，所以咱毋通用惡毒邪惡的舊家母。
着用纯全真实无假饼做祭物来受节。伊用这个假宝来形容劝勉基督徒，都爱用全新的生命来过一个得救的生活。保罗形容守节的生命就好，那亲像一个纯洁甲真理有内涵的无假饼，也亲像耶稣基督甲这个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所讲的。敬拜上帝就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，安尼同款的标准，就爱内含着纯洁甲真理的生命，用这个度假了后全新的无假饼的生命，无有污染的生命来服侍上帝。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上主是我的快乐，我要唱歌称赞。伊甲我解救，伫上主主面的布片内底有凯旋的欢呼。上主的正手ฮ็出大权能，上主的正手举悬悬。上主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我袂抵到死会活落去，通讲起上主的作为。上帝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抵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帝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予我得到解救。起初的师傅起杀的石已经成最上重要的奇迹，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帝上所定的日子，咱就欢喜，就庆祝。过去叫上帝来帮助阮，将阮的生命中间的骨架洗互清洁。互阮会当用纯洁真理有内涵的无假饼来服侍上帝，互人得到利益来荣耀上帝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